1867年成立嘅同濟醫院係新加坡規模最大嘅中醫院。而家醫院設有5個專科，150年以嚟一直秉承嘅宗旨就係不分種族、宗教、國籍，一視同仁，贈醫施藥。咁多年嚟，更加為新加坡培育出好多中醫人才。當時招考嘅中醫師係咪都係嚟自中國㗎？早期嘅中醫師係喺移民嗰度。有啲係佢哋識得中醫嘅，咁樣吸收入嚟做醫師啦。由1901年開始，同濟醫院就第一次招考中醫師，直至到1983年，每3年就舉行一屆，斷斷續續一共舉行咗24屆。後期咧，即係依家我哋就喺直接喺嗰個南洋大學中醫科嘅獎學金嘅制度，吸收新嘅由年輕嘅中醫師加入我哋嘅團體。同濟醫院一直面對最大嘅難題係乜嘢呢？經費又一路嚟，我哋都為呢啲奔波同埋努力啦。最重要就係要揾翻嗰個比較繼續嘅人哋嘅捐款啊。但係呢啲咧，我哋本身都有多少嗰啲產物嚟收租，咁樣收租呢啲都係成為我哋一個主要嘅入息，同時要社會佢哋樂捐啊，周不時都有幾年一次就一個比較大籌款活動啦，所以嚟支持呢個150幾年一路嚟都係咁樣經過㗎。藥物可以治療身體嘅疾病，但係心靈嘅健康亦都非常重要。同濟醫院希望每一個嚟到醫院嘅人，身心靈都同樣健康，所以就喺醫院嘅大堂貼上弟子規，傳授道德倫理嘅中國價值觀。我嚟到同濟醫院呢，見到有孔子像啦，同埋寫咗好多弟子規。呢啲係我哋董事經過集思營一齊諗出嚟嘅方法，就係點樣提高我哋嘅醫生、我哋嘅病人同我哋嘅員工對中華文學嘅文化嘅重視啊！我哋就希望喺呢個醫院入邊咧，就嚟發揚呢啲中華文化。咁我哋就鼓勵我哋嘅員工啊，同員工一齊啊，病人啊、醫生啊，咁樣一齊嚟學弟子規。同濟醫院今日已經成為新加坡最大規模同埋最具有代表性嘅中醫院。呢一度咧為大眾提供完全免費嘅醫療服務，我覺得咧就係實踐咗我哋中國人成日講嘅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，大家同舟共濟嘅精神。大家記住訂閱、點讚同埋 share 我哋嘅超藝理想頻道，記得要俾個 like 我哋啊！